新蒲崗寶光商業中心富景匯粵菜廳飲下午茶。港鐵鑽石山站尾2出口出。出站後穿過啟鑽商場，穿過啟鑽商場後向前直行，從交通燈位過馬路，過咗馬路後沿大有街直行，去到爵祿街轉左直行，去到交通燈位過馬路，酒樓就喺條通道入面。星期1至5，餐廳11點開始營業，下午茶2點01分至3點半。星期1至5，下午茶錢12蚊。星期1至5，下午茶小點24蚊，中點30蚊，大點36蚊，特點41蚊。下午茶只有正價點心紙，冇其他優惠點心紙。下午茶窿邊叉燒飯58蚊，叉燒外觀幾好，味道正常，飯夠熱，整體 OK。蠔皇叉燒包3件，小點24蚊，叉燒包唔太大，包皮軟熟，汁料豐富，味道偏甜。潮州蒸粉果4件，小點24蚊，粉果比較細隻，餡料豐富，味道比較淡。今餐埋單150蚊，最後發覺茶錢收咗15蚊，唔知收錯還是農曆年關係，年初9都仲未正常返。